調解示範開場陳詞 Take 1。早晨兩位，你哋可以叫我林偉強又或者都可以叫 Andrew。今日係由雙方共同揀，我係今日雙方共同揀選嘅調解員。咁樣講啱正確啦。請問我可以點樣稱呼兩位？阿 A 同阿 B，OK？阿 A 同阿 B 想同你哋再澄清一次，除咗調解之前嘅準備功夫，同埋你哋之前俾我嘅關於呢單案件嘅資料之外，我喺今天調解之前係從來未有同你哋有任何嘅接觸。咁樣講正確嗎？請問你哋之前有冇參加過調解？冇啊。OK， 就算有都唔緊要，因為咧，就算你哋以前參加嘅調解咧，做法都可能同我嘅而家做嘅法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唔介意咧，我都想簡單講一講調解係嘅流程同埋大致係點樣。希望你哋可以體諒，俾啲時間我哋。調解係一個協助性嘅談判過程，屬於自願嘅性質，亦都唔具約束力。直到係調解結束時，雙方簽署和解協議之至有一個約束力嘅。我作為調解員嘅角色係協助你哋嘗試去解決分歧，而你哋嘅角色係用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嘅處理同解決你哋之間嘅分歧嘅方法去解決，用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嘅方法去處理你哋，去處理同解決你哋之間嘅分歧。而家我會講一講調解嘅流程，大致上分開5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係而家呢個開場白嘅階段啦，由我講解調解有關嘅框架、流程同埋你哋要留意嘅地方。第二個階段係雙方嘅開場陳述，到時你哋兩位分別要用精簡嘅方式，從你自己嘅角度向我說明今次爭議嘅要點同埋立場。同時，如果你哋唔介意，我亦都會向你哋發問，去澄清同埋加深我對案件嘅理解。當你哋講完之後，我會嘗試總結一下我聽到嘅內容，確保我真正明白你哋各自嘅意思，並且揾出你哋之間可能存在嘅共通點。然後我哋會一齊列出你哋希望討論嘅議題範圍。之後我會將呢個議題寫喺呢個白板上邊。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話，就好似開會議程咁樣，令到整個流程更加清晰同埋容易跟進。跟住我會根據雙方一齊商量出嚟嘅優先次序，逐步討論呢個議題。再之後我哋會根據雙方再之後我哋會進一步探討，睇下可唔可以收窄分歧。如果收窄得到當然好啦，如果收窄唔到嘅，我哋就會進入第3個階段，單獨會談，或者係大家有時會講嘅個別會談或者密談啦。喺呢個階段，你哋會分開2個房間，由我分別單獨去見你哋，深入了解你哋對案件嘅看法、案件嘅睇法，同埋你哋背後真正嘅關心嘅利益同埋需要，好等我哋可以一齊探索一啲可能嘅方案，俾你哋考慮用嚟解決彼此之間嘅分歧。當個別會談做完之後，我哋會翻去聯合會議，好似而家咁樣啦，一齊再進一步收窄爭議點。如果嗰個時候仲未能夠達成和解，
我哋可能要再多一輪個別會談，視乎當時情況而定啦。所以喺整個過程之中，我哋可能會喺聯合會談同埋個別會談之間穿梭。好希望大家可以俾啲耐心去配合。一旦我哋成功就未來嘅安排達成某些共識，我哋就可以一齊草擬和解協議。我都想問一問，今日你哋會唔會喺調解之中帶同律師或者法律代表出席？如果冇都唔緊要。如果你哋有需要尋求法律嘅專家意見，我會同另一方喺我同另一方進行單獨會談嘅期間，你哋都有機會用電話聯絡你哋嘅顧問或者律師，或者係暫時去離開去徵詢意見嘅。如果冇問題，我就想開始講一下重要嘅守則同埋注釋事項。第一點非常重要，就係保密。喺調解入面討論嘅所有內容係完全保密嘅，你哋唔可以向調解之外嘅任何人透露相關嘅資料。如果就算你哋一致同意披露某啲資料，你哋仍要需要向我作為調解員嘅同意先至可以作出披露。如果你哋有任何唔肯定嘅地方，我哋可以隨時拎翻出嚟討論同埋研究。第二點就係一切喺調解過程之中討論嘅內容都係屬於不具披露性或者具特權性質。意思即係話，你哋唔可以喺之後嘅訴訟或者仲裁入邊引用或者將調解期間取得嘅資料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咧，喺我哋繼續之前咧，我想提一提幾項禮貌同埋行為守則，希望我哋更有效率去達到調解嘅目標。第一點，明白大家都係大忙人，有時有啲人都會有2部手提電話，但係如果你哋可以將個手提電話校咗靜音，或者係直頭熄咗佢咧，我會非常之感激。因為當有人發言嘅時候，若果俾個電話鈴聲響起滋擾嘅話咧，係好干擾嘅氣氛同埋個流程嘅。我相信你哋都會同意呢一點嘅。第二點非常重要啊！喺呢個每一方咧都係有機會發言嘅，亦都係有機會俾對方好好聆聽嘅。所以當其中一方發言嘅時候，我會好感激另一方可以暫時忍一忍，唔好插嘴住。如果你哋嗰刻真係有嘢想發表，或者有重點想我或者大家都知嘅話，請你台面有啲白紙嘅，請你用咗啲白紙寫低佢。喺輪到你發言嘅時候咧，你就有機會講翻出嚟㗎啦。但係若果你見到我喺逼不得已嘅情況之下，用啲白紙喺你面前一粒樣樣咁，並唔係代表我唔禮貌對你或者唔尊重你，只係代表我希望你哋可以一個溫馨提示，可以就將你嘅想法暫時寫低，唔好而家發表住，等你哋可以等你哋雙方都有系統可以表達，希望你可以接受呢個安排。嗱，我哋大家都係斯文人，今日坐得喺度都係傾調解 ，OK？ 想解決分歧㗎，係咪？所以你哋兩位之前亦都表達過係自願今日參加呢個調解嘅過程㗎嘛，希望解決你哋之間存在嘅問題，所以我會非常感謝你哋喺整個過程之中避免任何身體嘅接觸或者衝突。喺正式開始之前，我仲有幾個問題想問下你哋嘅。
請問你哋今日係咪有足夠嘅授權可以代表你哋嘅一方去達成和解？例如你哋有冇一個書面嘅授權文件可以證明你哋確實有權作出決定？OK，咁你哋對於呢個調解或者我頭先講解仲有冇任何問題？OK，最後我想再次確認，你哋今日係真係有誠意，願意透過調解去解決呢個爭議。你哋係有誠意，你哋今日係真係，你哋今日真係有誠意，願意透過調解去解決呢個爭議。如果係，實在非常好。咁嚟緊，我哋首先要決定邊一位開始先嚇。其實邊一位開始先呢並不重要嘅，因為每個人呢都有機會講呢個開場陳述，向我交代自己嘅故仔同埋立場。咁邊位想開始先？阿 A、阿 B， 咁不如就由阿 A 開始先啦。嗱，咁麻煩 A 開始先。不過咧，想同你各位兩方面都講清楚咧。其實咧，今日你哋嘅關鍵嘅事情咧，你已經喺文件上都交代咗㗎啦。所以你講呢個事情嘅經過同睇法咧，只要集中喺個關鍵嘅重點嗰度就得啦。詳細嘅內容咧，我哋之前已經係透過文件了解咗。咁就咁不如就由阿 A 開始先啦，好冇？唔該晒，完結。